本期視頻您將看到全程5分鐘的國際列車，超級豪華的商務候車室，長得像高鐵，坐着也像高鐵的綠皮火車，把乘客塞成梁子的免費小吃。那麼我們話不多說，正片開始。好的，各位上午好，我是蝦。书接上回，在新加坡度了2天假之後，现在我正坐着地鐵北上，前往遠離新加坡旅遊核心區的烏蘭鐵路口岸。注意，公路的烏蘭口岸和烏蘭鐵路口岸是2個地方，去的話別走錯了。並且這倆口岸雖然都不小，但都沒有地鐵，所有旅客都得在烏蘭地鐵站或者附近的其他地鐵站換乘大巴過去，所以建議多留點時間備用，可能會有奇效。所以各位，如果是要坐火車從新加坡去馬來西亞的話，記得多留點時間，以備不时之需。比方說我現在這樣。坐了几站公交之後，我突然发现我坐反了，然后我现在要到马路对面去。总之，这里就是烏蘭鐵路口岸了。鐵路從新加坡去馬來西亞方向實行一地兩檢，也就是說，你出了新加坡的海關之後，緊接着就是馬來西亞的海關。上車時，你在手續上其實已經入境馬來西亞了。到新山之後，正常出站或換乘就行。但還是需要注意，站台屬於口岸區域，禁止任何形式的拍攝。新馬之間這個擺渡火車叫地不老通勤車，雖然算上空調發電車，也就只有5節車廂，但列車還是在頭尾都各掛了1節柴油機車，動力強勁。不過車廂裡邊的狀態就……我只能說，馬來亞鐵道到底是從哪兒翻騰出這幾個古董的？國內那些只在逢年過節實在是車不夠用的時候才會出來跑得老掉牙的25Z 的車況，都比這玩意兒強到不知道哪裡去了。但還好，這個擺渡車全程只有5分鐘，還不用像大巴一樣堵在關卡，加上新馬之間的跨國輕軌也在如火如荼的施工中，這個古董車離進入歷史也不遠了。那最後的這段時光，破點就破點吧。那麼這裡就是馬來西亞的新山中央車站了，全玻璃幕側牆，採光很好。車站整體面積不算很大，並且其中還有多一半是商鋪，東西的價格倒是和外邊沒什麼區別。檢票口只有2個，一個專門負責前往新加坡的國際聯運，另一個專門負責北上的其他列車。我這次新山到吉隆坡這段買的是 Business Class， 也就是商務座，全程票價170.5令吉，差不多290人民幣左右。商務座就可以在專門的商務候車室候車，只不過這個所謂的商務候車室吧。我要是不吭聲，肯定沒人知道我現在其實已經在商務候車室，或者說商務候車區裡邊了。是的，所謂的商務候車區就是一個拿根繩圈出來掛塊牌子，再加幾把塑料椅子的區域，就在常規候車區旁邊。國內商後的小零食和水什麼的更是想都不用想。我現在只想上一趟車的旅客趕快能下完，我們好趕緊上車。新山站這個大玻璃房還是有點熱的。商務座候車區還是有些好處的，比如優先乘車。新山站是上一趟列車的車內和站台完全清客之後，才會把下一趟車的旅客放上站台，先放商務座，再放2等座。那麼站台上這個長得很像高鐵的列車，就是即將把我們從新山送往吉隆坡的94型列車了。這組車由中車珠璣在馬來西亞華都雅野的工廠於2025年生產，所以還是能稍微看出一些珠璣的設計風格，就是這個車鈎整流罩，感覺像撞了野豬，但咱們都不修一下的嗎？就這麼壞着直接跑，會不會有點太鬆弛呢？馬來西亞鐵路的長途電力動車組服務在當地被稱為電動火車，簡寫為 ETS， 不是那個 ETS， 那個 ETS 是搞托福考試的，這個 ETS 是開火車拉人的。如果今天出現在這的是搞托福考試的 ETS， 那請大家現在在彈幕裡打出了測試考場耳機用的那句話。雖然說電力動車組早在1995年就已經在馬來西亞上線運行，但往返於新山和吉隆坡之間的直達車直到去年12月12號才開通運營，所以目前不管是94型還是新山吉隆坡的直達車都還是新奇玩意兒，很多本地乘客上車前也在四處拍照留念。我們已經完成了新加坡到吉隆坡旅程的跨國段，接下來列車將帶我們在西馬腹地沿着西海岸鐵路線一路狂奔，途經柔佛州、森美蘭州、馬六甲州、雪蘭莪州，最終抵達馬來西亞的首都吉隆坡。這一段全程369.4公里，正點用時4小時20分鐘。不過現在其實已經過了正點的發車時間，但看起來不論是乘客還是工作人員都完全沒有要趕點的意思，可能這就是熱帶的鬆弛感吧。我們還是先上車吧。不是这新山出站，这怎么还带一路停车的？12點55分 ，EP952次晚點10分鐘駛出新山中央車站。這個晚點程度放在馬鐵其實已經算很好的了，他們應該還是優先保證了長途車的準點率，然後短途車的準點率呢就變成了一個基本不存在的東西。吉隆坡北邊有個印度教聖地叫黑風洞，我後邊有去遊覽，參觀完去坐 KTM 孔穆特市郊通勤車回市區，成功於5點37分在始發站坐上了本該在5點整發車的列車。說實話，我也不確定坐上的是不是就是5點整的那班，但這條線1個小時只有1趟車，總不能是6點整的那班提前開了吧？新山發車後，不知道是不是有限速，很長一段時間內列車都是以不到40公里每小時的速度龜速移動。那就先看看我們的座位吧。
OK， 歡迎搭乘馬來西亞鐵路928次電動火車，跟我一起前往吉隆坡。那麼我們現在已經在一整座就坐了。它坐起來是一整座，但它英文叫 Business Class， 畢竟國內的一等的 First 和 Business 是和國外是反過来的，就跟飞機那一套是反過来的。那麼我們就來看看这個座看怎麼樣吧。整体上呢是一個這種花紋，我不知道這種花紋的樣式叫什麼，但是給我一種這個配色給我一種南寧鐵路局的感覺。然後我這個座好死不死看上這麼一個，這應該是緊急通风窗的這麼個東西，所以就沒有那個大窗。但這個座位整體上還是可以的，但是如果你仔細看前排的話，應該還是能看出来这個車它的這個一整座還是有大窗小窗的這個類似面壁的問題。然後在我的左手邊這個打開是熟悉的一整座桌子，这個阻尼感跟剛出廠的 CR400是非常非常像的，而且還挺重的。哎，這分量感還是不錯的，就是稍微有一點點晃，對，這個分量感是很可以的。我們把它放回去，對，熟悉吧？這一整套操作。然後調節椅背就是用這個。然後在這一邊，它也是能打開的，出來是一個这麼個玩意兒。对，你要先把它這麼轉過來，然後再翻上去。提供了點餐，然後信息，列車實時位置，對，這不錯，列車有地圖以及互聯網服務。哦，整個就是這樣的。簾子的話。有一個 ETS 這個 Business Class 的 logo， 整體上就是這樣，而且跟國內很多車一樣，拉不到最底下，也是一個半遮光的簾子。最後再來說一下這個東西的乘坐感受，不愧是株洲這幾年造的新車，或者說國內這幾年造的新車，這個座椅硬度跟國內這些年的那些。什麼 BFZ 呀、BFS 啊，這個硬度是完全一致的，特別硬，就算是比較護腰吧。然後這個車它也是有這個腳踏板的，然後是這種金屬的踏面，所以就不用像有些這個日系車那樣，你需要再去琢磨要不要拖鞋這回事。但是它這個腳踏板它完全就是靠你自己踩的，你如果一鬆的話，它立刻就會上去。它阻尼還可以。就並不會說你一收腳踏板，然後前面的人砰就挨了你一下。然後在下邊這個東西是它的插座，用的還是標準的英標，所以大家如果從國內過來玩的話，記得一定要帶這個英標的插座，要不然什麼電器都用不了。西海岸鐵路線雖然經過了中國鐵建、中國中鐵、中國交建以及其他一些承包商的大規模翻修和電氣化改造，但軌距依然是1000毫米的窄軌，比國內和世界其他地方用的最多的1435毫米的標準軌窄了一大截兒，所以列車也得跟着變窄，也就導致這個商務座雖然看起來是和國內高鐵單殼商務座一樣的1+2布局，但座椅的實際寬度和配置都跟國內的一整座差不多，所以後邊我還是乾脆管它叫一整座好了。相應的，這列車的普通坐席或者說2等座也不是國內的2+3布局，而是2+2，同樣是因為車體變窄塞不下第5個座位，以及一整座還有個東西絕對不能漏了，就是頭頂的這個閱讀燈，效果嘛，各位自己感受一下吧。是的，這個亮度足以改變本視頻的 BGM。開的時候記得低頭或者拿另一只手擋一下，實在是太忙了。一等座票價裡是含了一頓飯和一些小吃的。發車後過一段時間，列車員就會像飛機上的乘務員一樣，一排一排的來發飯。咱們來看看馬來西亞的鐵路盒飯吃起來怎麼樣。這個車的 business 還帶了一份餐，他們剛剛送上來。我的這份是 chicken rice 雞肉飯，然後還配了2個醬。包括甚至他們還有這麼一個跟洗漱包一樣的東西。一會兒我們來看看裡邊有什麼。這個我應該是不會用，我應該會直接拿回北京去當紀念品。這包開一半，我聞到了一個久違的初中這個被在保溫箱裡面悶了3個小時的學校盒飯的味道。我現在不好評價這個東西。哇，真的為什麼會這麼鹹啊？鴿子說的對，在坐馬來西亞的長途鐵路之前，還是先吃飽了再上車吧。
不过配上它那个辣酱还比较多，就非常有这个黏糊的感觉。不知道是马来西亚整体的口味偏重，还是马铁的配餐就是这个风格。这盒饭它真的很咸，可能比天津菜还要再咸一截。刚跟饭一块发了一瓶矿泉水，完全不够，建议各位上车前在车站小卖部先多买几瓶。2等座的话，显然票价里就不含餐了，但旅客也可以到中间车厢这个小吧台来买盒饭，种类的也会比1等座默认鸡饭多一些。至于刚才提到的那个洗漱包，里面其實也沒什麼東西，一個眼罩，一個 JPTV 這3.5毫米有線耳機，一個大約是從中國進口的合格2字清晰可見的消毒紙巾，再加一個洗漱包本體。相比在車上用，好像確實更適合作為紀念品帶回去，那就收起來看看風景吧。我本以為這條線沿線會是一望無際的原始叢林，但實際上一趟車下來，原始叢林基本上一眼沒看到，取而代之的是漫山遍野的油棕林和不知道是咖啡園還是茶園的農業用地。油棕的果肉其實就是榨取棕櫚油的原料，這種油煙點高，而且更耐炸，加之產量巨大，價格便宜，所以普遍被快餐店和食品廠大範圍使用，用來炸薯條、炸雞、炸方便麵餅或者是炸別的幾乎一切需要油炸的東西。而油棕種子的果仁其實也可以榨取棕櫚仁油，是製作洗髮水、沐浴露、洗衣粉和化妝品等工業製品的重要原料。同時，精煉後的棕櫚仁油甚至可以用來生產代可可脂。這樣生產的代可可脂巧克力可以通過調整工藝和配方調高成品的熔點，即便是在熱帶長途運輸也不會化掉。可能這也是馬來西亞的巧克力產業能做到極度發達的原因之一吧。歡迎來到金馬市，這裡是馬來西亞鐵路最重要的一個樞紐。西馬的鐵路整體呈現一個 Y 字形，而這個 Y 字河流一處的地方就是金馬市，所以在車站旁邊的側線上停這些工程車也就非常正常了。把工程車放在這裡，西海岸線和東海岸線哪邊有需要都隨時可以直接開過去。這個火車喇叭聲和這個關門鈴是不是就特別有國內高鐵的感覺了？94型這款車和朱基自己的 CJ6 城際動車組技術上有很深的聯繫。我還沒有坐過 CJ6，彈幕裡有誰坐過的話，可以來感受一下這個電機聲和 CJ6 的相似度到底有多高。離開金馬市後，立刻就能在右手邊看到東海岸鐵路線分出，這個曲線半徑看着就跟一條去某工廠的專用線一樣，非常小。那邊還是單線非電氣化鐵路，目前有運行一些柴油機車牽引的城際列車和馬來西亞的唯一一趟臥鋪列車。我國正在馬來西亞建設的那條東海岸銜接鐵道，則是直接將吉隆坡與西馬東海岸的哥打巴魯、關丹等地區連接起來。通車後，從東海岸坐火車去吉隆坡就不必到南邊繞行金馬市並換乘。同時，那條線也大量採用了高架橋和長隧道等高規格建設方案，並且用的是1435毫米的標準軌，乘坐體驗肯定會比當前東海岸鐵路線的老車廂好得多。等今年年底或明年年初東海岸連接鐵路通車了，咱們再來體驗一下。這塊就是行李架，雖然很大了，但還是不夠用。然後這邊還擺了一排箱子，但是列車員幫着擺的，他們知道，他們應對這個情況應該是已經很熟練了。OK， 我們老樣子快速過一遍 ，Waken 空確認開。哎呦呦呦呦呦呦，這窗戶開，哎呀！來，哎，鎖定好了。整個廁所，首先這些花布，雖然我不知道是什麼花，但還是挺漂亮的。然後在這邊，這還有一些正常的東西。並沒有看到禁止拉胡歌，哦，還是有的，在這兒，在這邊，窗戶上有一排，然後在這個窗戶，這個玩意兒我記得在國內好像不能打開的吧，尤其是青藏線。所以這屋現在空氣還不錯。然後馬桶是個坐便器，以及在這邊還有這個依照本地的需求裝的這個東西。沒有看到盲文說明。鏡子擦過，但是手藝還有提升空間。下面的水流是按壓沖水，哇，這個水流巨大，而且是溫水，哎，很舒服，很舒服，不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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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快跑！可以，不错，整体上还是非常可以的。虽然94型主要跑的是新山到吉隆坡或者吉隆坡到槟城、巴东误差之类的长途车，但这款车继承了诸基 CJ6 城际动车组优秀的启动加速度，达到了 0.8公里每小时每秒。实際體驗下來，車速從0提到140千米每小時的最高運行時速只要3分鐘左右。其實 ETS3 或者說94型的最高時速跑到160一點問題都沒有，但考慮到運營的需求和西海岸米軌鐵路的線路條件，實際最高車速就被限制在了140。來做之前聽很多朋友說這個車特別晃，不過我自己坐了一趟下來，感覺其實還可以，跟國內那些能跑重載貨運的準軌線路肯定是沒法比，但相比隔壁某島鄉下來的那些小柴油車跑的爛路已經好太多了。西海岸鐵路線前幾年電氣化改造的時候，其實在很多地方重新修了一下，優化了線型，使得列車可以以更高的車速運行。要是線路還是按照之前英國人修的曲了拐彎的線型跑，車扛不扛得住我不知道，但車裡邊的人和人面前的盒飯大約是免不了一頓滾筒洗衣機體驗了。說到優化，諸基在設計94型和更早的93型米軌動車組時，都結合本地的宗教信仰需求，加裝了祈禱室，差不多就在這裡。在有人使用時，外面的綠燈也會變紅，提醒其他有需求的旅客。我不是穆斯林，不太清楚詳細的宗教禁忌和注意事項，就不進去拍攝了。天氣不錯，旅程還長，回去休息休息吧。OK， Thank you。他们这又发了一堆零食，这一杯咖啡或者是热茶也可以。然后这是斑斕叶的某种东西吧？我记得好像我朋友跟我推荐过，说这玩意儿挺好吃的。山东大花生，然后咖啡伴侣就不用说了，苹果汁，这边还有一个黄油爆米花。哇，这个 snack 也能塞滿一桌子了呀！行吧，我是没想到今天這個片子還能有第二個品嘗食物環節。先喝個咖啡。這車上空調開的還是挺涼的，就是東南亞這邊這空調開得很猛，所以大家還是要記得隨身帶一件薄的長袖。我也不是很清楚它到底是個什麼東西，總之我們可以來試一下。上面 cover 了一張紙，就拿這張紙墊着怎麼吃。然後這面是藍的，好像真的是斑斕葉。哇，上面是一個類似果凍一樣的東西，底下這個飯是椰子飯。哇，這個東西好好吃！哇，這個東西真的好好吃！哇，這個完全意料之外的東西，這玩意兒怎麼這麼好吃？清甜到恰到好處。哦，還有這個椰香、米香都混在一塊兒。哇，這個東西真的好好吃。我是真的沒想到這個斑蘭糕能這麼好吃，放在我心中的鐵路食品排名裡，甚至能和直溜的芋頭扣肉或者特巴的水煮肉片做一桌。放在我這趟東南亞之行裡，也能排到最好吃的東西前5。類似的用斑蘭葉做的甜品還有一種叫尖蕊，將斑蘭葉的汁兒做成綠色2階的粉條，放在冰沙上，再淋上椰奶和棕櫚糖漿，堪稱人間美味。我幾乎在馬來西亞的每一碗都得來上這麼一份。悶熱潮濕的天氣配上層次豐富的香甜冰沙，哇，別提多爽了。吉隆坡的天氣它是翻雲又覆雨，烏泱泱的車流一眼望不到底。歡迎進入吉隆坡，歡迎來到我們旅程的終點 KL Sentral 吉隆坡中央車站。需要注意的是，這裡和馬來西亞國家博物館旁邊的吉隆坡老站並不是一個站，這倆站的關係有點類似於新大阪站和大阪站，一個是新建的，用來承接大部分長途列車的站，另一個則是老的，更多承接近距離通勤車的站。KL Sentral 就是那個新站，站台在地下，設施比較現代化，但馬鐵在列車中央站台後會輕客，所以我也就沒來得及走到車頭拍一張開前照燈的94型正臉，就被站務員禮送上滾梯了。新加坡到吉隆坡的鐵路旅程到這裡差不多就告一段落了，不知道各位感覺怎麼樣？我其實非常滿意，很推薦各位來試試這個車，尤其是試試1等座，車子很舒服，斑蘭糕很好吃。那麼這就是本期視頻的全部內容了，感謝一路上所有工作人員的服務與協助，也感謝各位看到這裡。如果喜歡的話，歡迎點讚投幣3連關注一波，這會幫助我們產出更多更好的視頻。旅途辛苦了，那麼我們下期再見。